今天你打算做什么？看不出来吗？你说明一下吧。这个园子里面有多的这些野生的草，因为我们要整理好，因为以后我们要种我们的树，我们的东西。可是这里，你看都是野生的，都是这种的东西啊，都有刺，看得到吗？是，冻死了，你看。Rovi si chiamano， 是， vedi？ 是，这是有刺的植物。冻死了，可是我要上去这样子，进，为啥？野生的，不要。是，辛苦。你看为啥？也不能在这里。慢慢整理。OK， 我先帮你喷一下蚊子的东西吧。没有事。谢，不然这里有这个，喷一下防蚊液，再开始工作吧。OK， 脸遮起来。你那有那个刺，也有蚊子。转圈圈。转。手背这边。我觉得这个是我们的边界。哇，是，哇，是，所以这个无花果是我们的。questo è suo。是，他已经有整理过他的地方。io no。现在我们要整理我们的地方。是 ，OK， 快。健身房，在意大利就是抱怨，因为没有健身房了。台湾有，在这边没有。其实有啊。是自然的健身房。是，facciamo dai。Indiana Jones nella foresta maledetta。这个可以，如果生气的时候，可以这样的，所以锻炼身体。是，不要打仗。是，就为了园子打仗就好。OK。这一棵是我们的无花果树，好像有点大。是，很大颗，太大颗，听说不好吃，看不到太阳。马西莫，你出来一下，给我看你在哪里。Anyway， 像jungle一样。有一些已经熟了，看一下好不好吃，看看好不好。你那个钩子，你那个刀子的钩子，把那个血勾下来，那个血嘛，你勾旁边哦，勾旁边。血这样子勾不到吗？那其他的没有。Non arriva, dove la scala? Non ci arrivo.
尝一尝，尝一尝我们家的无花果，很美。应该是可以的吧？ No, prendemo più matura. 尝一尝，甜吗？ Poco tiene. 不是很甜。 No. No, guarda quelli ti danno. Aspetta. 这棵无花果树比较小，这棵比较小。 Questa qua è bella rossa. Già mangiato questo. Quelli buoni, quelli da mangiati. 好在今天没有太阳，所以不会太热。啊？今天没有太阳，所以不会。 Guarda qua, non ce la faccio. Vabbè. Sì, vabbè.你的工具好像有点烂哦。Giù si cauda, però pure io. 那嘛，我觉得这应该有比较专业的工具可以做， Senza niente, cioè, se bisogna che mio. 所以这个只能这样子做啊。 Buonanza lo suo. 我觉得那个电锯呢， No, devo giù già lì. 电锯这里不行吗， Io giega. 这里 Poi 不， tieni giù, tappo. Ho già fatto tanto. 是我知道，可是有点卡蒂卡吧。 Non ci dà la fatica. Soprattutto perché sono spine. 是太多的刺了，这些植物都有刺。 Questo albero cos'è l'alloro, questo, no? 这个是阿洛洛吧？这个阿洛洛也是大的。 Oh, lì invece è un albero di merda. Questo lo tolgo, vedi? Vediamo. Lo taglio via. 平常这里就是野猪来吃东西的高速公路，是有很多的食物。这里有苹果，邻居的苹果，所以这个野猪都会来这里吃苹果。这个是月桂叶，这是我们家的月桂叶。这个是月桂叶。强。Che bello, vieni via. 是越来越好了。是，哎，这个月桂叶很不错，以后煮菜不用买月桂叶。
够了。OK。无花果太大了，要剪一剪头发。大，这里有个无花果，哎呦，这里有一颗红的，看看好不好吃。哎呦，Riposo del guerriero. 无花果，我的。那个。这一颗大颗的这一颗，你要留着这颗。这里有一颗大颗的无花果，这里这个还有另外的，在这个的后面。你要留着这个无花果吗？试试看。我们的是绿色的无花果。甜的。甜的吗？好吃的。是。而且还蛮大颗的。我觉得我们应该可以把它剪一剪头发就好了吧，不要整颗丢掉，不要整颗把它砍掉嘛。Buono. Vuoi anche tu? 蛮甜的。我觉得这个绿色的，它的甜的方法跟黑色的不一样，比较高贵的。我们可以考虑修一修就好了吧，不要整颗砍掉吧。在那边有另外的。给我看一下你的手怎么样？手那个。有。肉叶。看一下。Però guarda che guarda il geco.
对，哎，大明天要用个澡机都处理好。是这个地方都个澡机就好了。明天是现在太累。是，这里你以后打算做什么？休息。那我说这里这个，种树，水果树。我们可以种一些水果在这里呢。是。这个是水蜜桃，水蜜桃。我们的农舍的旁边。对，水蜜桃、苹果，然后我要种一颗 lemon。柠檬。另外的那个猫的那个珊珊也有。想一想还可以种。这里，这个地方它一定不会积水。种这个斜坡，所以不会积水呢。是 ，OK， vediamo 吧，ciao ciao。